是把那个花，因为今年我那年是过呗，之前还是嘛的在的嘛，努白去，但嘛没过一时的就过呗，为啥的过去跟你说喽？我之前我提提就嘛在波嘛一对主呀，如哈律师不是很你瓜，我啥白去的，非个那嘛比，我啥白去呀嘛做嘛的嘛我嘛的，只顾那嘛不打嘛我喽。我啥白去就嘛呀，明年就嘛在四瓜州嘛服务比，4年啊只嘛在四川嘛我喽。我嘛不都那苦说啊只是啊米，我过提提就嘛过比你下瓦苦路么的子。之前还是我们的呀，没过的就嘛在过说是。为啥在过去个家嘛过呗？就拍出来不带俺们，还下班个几多亿嘞？